来到勾勾公哈发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明华。一姐，我决定了，要请你吃法式料理。这么好，因为你刚刚一直喊饿啊，没有啦，因为我觉得呢，每天啊我们都忙的，吃饭都吃超快的，对不对？很少有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尝美食，所以我决定了要请你吃饭。说到慢慢的，就是慢慢呢。慢慢呢，就是慢慢的哦。那么其实吃法国料理一定得要慢慢的吃。不过请我吃法式料理，你中乐透？当然不是啦，中乐透请你去法国吃了。那是因为呢，我上次出差呀，到客家庄发现了一件很棒的法式料理。厨师呢，他把客家元素就融进了法式料理里头哦。说到厨师，就是厨师，厨师就是厨师哦。当然得要用舌头慢慢品尝好料理，舌头就叫做萨玛。萨玛就是舌头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用舌头慢慢品尝料理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。用萨玛慢慢的品尝料理，用萨玛慢慢的品尝料理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好好慢慢的品尝法式料理。Okay, blueberry and the leaf. 小姐，这边帮你上一口小点，这一道是鲜虾番茄。小姐，没想到啊，客庄有这么棒的法式料理耶。对啊，留给厨师就是希望所有的客人可以慢慢的品尝料理。这边帮你上主菜，这道是橙汁鸭胸，请慢用。请问今天用餐很愉快吗？我觉得很棒哎，法式料理啊，真的很适合用萨玛慢慢的享受。哇，这法式料理融入客家元素，有创意。对呀，我告诉你哦，不止当地人很喜欢，很多的观光客也慕名而来呢。这么有创意的料理，当然一定要有一位好的厨师喽。厨师就叫做厨师，厨师就是厨师了。那刚刚提到了法式料理一定要慢慢的品尝哦，慢慢的就是慢慢呢。慢慢呢，就是慢慢的哦，要用你的舌头慢慢的去品尝，舌头就叫做萨玛。萨玛就是舌头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帮大家复习这一整句话，就是用舌头慢慢的品尝料理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用萨玛慢慢的品尝料理，用萨玛慢慢的品尝料理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一块来品尝这不一样的法式料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